国防部按说要伫桃园中立龙岗设一个室内的靶场，也毋过附近的民众是真反弹。民政局是表示讲，已经有甲反映地方的意见，嘛要求军方都要有配套的办法。那军团嘛表示讲，目前各评估，嘛会继续甲地方来沟通。围墙顶悬阁有铁网啊，即块伫中立龙岗的空地啊，已经趴远超过20年。过去是军方直升机起落的所在，最近居民发现有人伫遐的涂骹钻空探勘。知影军方要伫遮设置轻兵器室内靶场，是真心反对。我们当然担心啦，因为它里边是要设靶场，而且人口密度这么的高，我站在里长的立场，还有我们所有的乡亲都坚决的反对。四周都是居民在住的地方啊，你怎么设靶场？你要把我们的疑虑解释清楚。龙昌训练场室内轻兵器靶场预定地，面积有15000平。附近有真侪徛家、大楼、学校、甲照护中心等等，范围涵盖6个里，人口差不多29865个人。居民烦恼靶场会成做火药库，要求市府一定要甲主动。在地的民众的生活安全，是我们最重要关心的一个议题。那我们也希望国防部针对这个议题能够积极来跟我们地方做一个说明跟回复。后续将是训场管理、部队训练效益等时需进行综合考量，并持续与地方沟通协调，以平衡战备训练与民众权益。有关在地居民反对起靶场，民政局表示尊重国军训练的需求，不过徛伫维护市民的安全甲生活品质，会要求军方爱甲资讯公开，提供相关的配套，甲地方好好沟通。军方嘛回应讲，一切还阁伫评估的阶段。记者综合报道。